个新来的头家叫咱大家伫咧大厅集合，嘛毋知有啥物代志。干袂是要调薪水哈？在这4个月当中，其实我是还蛮享受的。我享受着自己在梦梦客栈这个世界里面过着非凡人的生活。在同剧组的这些演员啊，默契都非常好。比如说我跟水仙，有时候要有一些相呼应的一些动作，或者是讲话方式。哎呀，会滴的是不是的？那要不然你就是瞪他那种，就是那种。对呀，是在哈喽。导演让我们有很多发挥的空间，然后也帮我们修正了很多以前可能我没有注意到的地方。头家，你是咧笑啥？我咧笑，我哪有咧笑？你确定你要这样演？你确定？我没有意见呐。他不是刻意去表演喜感的东西，是真的就是你这个人个性是这样子，你所会讲出来的话就很有趣。然后感人的戏，我们不是硬要去挤眼泪，或者是硬要演出好可怜这样。没有，他可能在你笑笑当中，你就可能就流下泪，对方可能就感动了。多个头家。基本上我对剧本就很感兴趣，因为又要唱，然后要演，一开始没什么把握，充满着好奇心之下，跟想挑战的那种心态，就拍了这部戏。真的压力很大。117位吼，我有联络到啊，剩3位还袂歹势。随机，然后 action 之后隔1秒再讲话。好，我那时候想说怎么办？我每一天都在撞墙，然后呢，讲完台词卡住，一回到家都很自责，然后呢就面对墙壁念。我说今天瞎念可以，为什么我刚刚拍戏不行？然后1、2、3、4。挑战性非常多哎，感情戏啊，唱歌也都是第一次去呈现。坚持用他们这几位角色其实是对的，他们确实让这个客栈里面真的变成是一个人生缩影的地方。我感觉做过得来，在这个演艺的生涯当中，拍一支完全不同款的戏，家己感觉不离幸运。我觉得缘分就是这么特别，他就把我跟歌仔戏连在一起，然后呢去接触到台湾戏曲的美，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。很希望可以一直做下去。